有英国的历史学家对国家档案馆发现，英法7年战争的时，法国的亲人爱人要写予前线军官的这个批，严格这批无寄到这阿兵哥的手头，是过265年才互拆开。画面内底这3台批，有的是家书，搁较侪是情书。伫18世纪，英国法国7年战争的期间，亲人或者是看守写予法国水手甲军官的批，毋过所拢无送到位。一直到265年了后，才互拍开。剑桥大学欧洲历史系教授莫里尔因为好奇，为英国国家档案馆借出来看，拍开了后，心内是真激动，因为伊竟然是头一个读到这个私人批信的人。J'ai la mère d'un matelot, Nicolas Quenel, qui se plaint que son fils ne lui écrit pas alors qu'elle lui a écrit 5 lettres, mais en revanche, elle sait qu'il a écrit à sa maîtresse, à sa fiancée, pardon. Le terme est maîtresse à l'époque. Et donc, cette mère cherche par tous les moyens à forcer son fils à lui répondre. Alors, 莫里尔讲，其中有一张批是看守写予做中尉的翁婿，表达伊对翁婿的感情。不过，在这张批送出去之前，中尉就已经去予英国军方掠去，因为因看守嘛伫个过当年过身。了后，莫里尔确认共这阵去用掠去的181个军官的身份，其中有1/4的军官是收批人。伊针对这个人甲因的后代进行族谱的研究，估计规个7年战争的期间，有要65000个法国水手去予英国军方掠去，有的因为破病或者是营养不良过往，其他的人有去互放出来。根据莫里尔的研究，伫英法战争的期间，写批是军官甲水手甲亲人联络唯一的方式。莫里尔嘛讲，甲现代利便的通讯软体来比，这个18世纪的批信呈现出人类真心的感情，是真珍贵。以相关的研究会发表伫年鉴、历史、社会科学的杂志顶悬。公司新闻，新乐会编译。